电动机车各国路有500外的车主，对去年的11月份开始反映讲，因为电池熊熊断电造成事故。各国路是表示讲会透过电池资费的补贴来补偿消费者。有立委要求讲，政府部门嘛应该爱负责。交通部是表示讲，已经要求业者这个月19进前爱提出电池调回改善计划。业者是表示讲目前计共是有8万外粒的电池可能有问题，嘛已经换掉1万外粒咯。电动机车是未来趋势，不过最近不少电动机车各国路的车主煞拄到电池断电的危机，因为从去年11月份开始，累计到达已经有522个车主主动通报电池卡到一半会熊熊断电，或者是电池打正换好尔，要发动煞显示无电。车主呢，每次换电都像在赌博啦，赌上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生命的人身安全，是我们驾驶上的安全的疑虑。多架电动机车若骑到半路啊，熊熊断电，地势跋倒或者是去后壁的车弄掉的情形，立委甲民间团体呼吁，政府应该积极处理各国路电池的问题。目前业者推出电池资费补贴的措施来补偿车主，不过车主较要意的是电池电力的问题，才要互因骑车的时阵，清在咧烦恼电池的熊熊断电。交通部表示，业者回应讲，目前有2类电池，差不多有8万外粒，已经汰换1万外粒，要求业者爱伫这个月19进前提出调回改善的计划。他们评估有8万克的电池可能是有问题的，那些电池他们就自主的，就是会下架，不让它继续使用，然后要全面检视目前线上的新电池的一个状况。相当多的一些免责条款，当然就是让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极大的伤害，甚至是让业者几乎是已经到一个免责的程度哈，这当然是跟消保法的违反哈。那相关的个部分呢，我想政府机关都责无旁贷。交通部表示，目前除了各国路，其他亲像洪家庭、台宁、甲产业，只要有甲各国路合作开发的电动机车，嘛要做伙检查，避免佫发生类似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